高雄基山老街有2只龙洞犬，介像是卡断去。这动保处表示讲，派人去了解，若总有人乌白坑针啊，造成动物受伤，上悬会当罚200万，搁爱关2年。相片内底乌狗一只断正脚，一只断倒脚，而且空喙断甲真整齐。高雄基山老街观光停车场早暗定都有龙洞犬出现，不过最近民众所看到这2只狗仔的脚，哪像是去互这那夹断去。民众讲，伊想要甲救，拢找无狗仔，只好甲相片打去网络，拜托大家斗相共。放那个给狗吃的狗粮，然后偶尔会看到整群的那个流浪狗，那或许会有人讨厌那些流浪狗啊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放那个夹子的用意是什么。进前迄边有人种物件吼，啊饲鸡啥的时都有人在偷啊。伊要出来时间不一定啊，超7、8只啊。啊，有时暗时啊，伊会叫人哦，算讲若要过会醒。民众讲附近确实有未少龙洞犬出现，嘛要将乌刀摆造成民众摔断脚。有人要通报动保处来抓，不过坑这那是头一摆听到。动保处表示，15接到通报了后，就随派人去处理。不过连续2天去找，拢无看到狗仔甲这那。动保处强调，民众用这那也是山低调去当动物，相关罚75000块。若是造成动物脚断去甚至死亡，会罚入党。如造成动物受伤甚至死亡，可依动保法第25条移送检调。最重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，并科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上罚金。因为老街停车场出入的人车真多，附近若真正有坑在那，人甲动物拢有危险。动保处表示，已经派人加强巡查，现场嘛有布条来提醒，请民众千万唔通违法。记者郭家做邱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